這白火氣若準是放到過期生鮮，安尼內底藥劑呢是有可能會流出來，進一步來造成環境的污染，也是講對人的健康也會造成危害。照這規定，若準白火氣有過期，安尼民眾是愛送去予專業的廠商回收，袂當直接去交予一般的資源回收場來處理的。而且這民眾呢，嘛就愛負擔部分的回收費用。已經生產的白火氣，連頂懸的開關攏開去。以消防法規來講，一般白火氣若是過期生產，就要送去予專業廠商回收，而且閣要家己出回收費用。為了安全甲減輕民眾的負擔，即馬新北市要協助民眾，20磅以下的白火氣會當通知消防局，派廠商到厝免錢回收過期的白火氣。我們通常都是閒置啊，放着這樣蠻不環保的，而且如果生鏽就是沒辦法放。然後今天有這樣的活動，我覺得還蠻不錯的。民眾的家中，或者是集合住宅，或者是這個里鄰長的辦公室，有這些我們的逾期的乾粉滅火器的話，可以主動來通知我們的消防局，來協助他們進行安全而且有效的回收。另外，新北市消防局指出，部分的大樓因為戶數少，無便白火氣回收預算費用，常常地把過期的白火氣長期放在地下室，致使白火氣藥劑流出來，可能會造成環境污染，也是對人造成危害。鏽蝕的鋼瓶，它可能會裡面的乾粉就會有漏出的這樣的一個，就是洩出的一個狀況。那這個乾粉，它又不能說把它沖到我們的下水道，因為它會結塊。那它可能會影響到這個水源的一個這個污染。這個鏽蝕的鋼瓶，如果說這時候民眾不小心去按壓，它就會也許會產生鋼瓶的一個爆炸。消防局也提醒，生產過期白火氣袂當擱使用，若無上嚴重會造成爆炸。民眾千萬愛定期檢查，維護使用的安全性。記者杜君和新店報道。